邁阿密是永恆陽光、街頭藝術、拉丁文化與無盡海灘的城市。這座位於佛羅里達州南部的大都會，以其充滿活力的氛圍、多元文化與自然、奢華與都市生活的完美結合，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的旅人。在這份完整指南中，我們將帶你深入邁阿密的每個角落，從著名的海灘到歷史悠久的街區，從美食文化到熱鬧的夜生活，再到自然寶藏。無論你是與家人、伴侶、朋友同行，或是獨自旅遊，這趟旅程都會讓你掌握一切，打造一段難忘的邁阿密體驗。邁阿密位於美國東南端，臨近加勒比海，東側面對大西洋。這個地理位置讓它成為連接拉丁美洲、歐洲與北美其他地區的重要交通樞紐。邁阿密國際機場是全美最繁忙的機場之一，擁有來自布宜諾斯艾利斯、馬德里、墨西哥城、波哥大、利馬等城市的直飛航班。此外，距離約40分鐘車程的盧德代爾堡好萊塢國際機場也是價格實惠的替代選項。抵達邁阿密後，你可以搭乘地鐵 Metrorail 或輕軌 Metromar 等公共交通工具，但若打算前往郊區，例如大沼澤地或佛羅里達礁島群，自駕會更方便靈活。邁阿密擁有亞熱帶氣候，全年平均氣溫約為攝氏25度，是進行戶外活動的理想地點。旅遊旺季從12月持續到4月，天氣乾燥宜人，吸引大量來避寒的旅客。夏季則氣溫上升，濕度增加，6至9月間常有午後雷陣雨。此外，也屬於颶風季節，但當地氣象預警系統完善，能確保旅客安全。談到邁阿密，就不能不提它的海灘，這是城市的靈魂所在，也是世界各地旅客的嚮往之地。其中最著名的當屬南海灘 （South Beach），這裡擁有潔白細緻的沙灘、碧藍海水與熱鬧氛圍。你會看到衝浪者、家庭、模特兒、藝術家與各種旅人共處一地。別忘了漫步於海灘旁的 Ocean Drive， 那裡有着經典的裝飾藝術建築與各式餐廳、酒吧。想尋找更寧靜氛圍的旅客，可以前往北海灘 North Beach， 是放鬆的絕佳選擇。另一個推薦地點是比斯坎灣的克蘭登公園 Crandon Park， 有椰林樹影、野餐區與平靜的海水，特別適合親子同遊。喜歡刺激活動的話，可以嘗試水上摩托車、立槳、浮潛，甚至海上滑翔傘。邁阿密最迷人的地方之一是它多元的街區，每一個都有鮮明特色與獨特魅力。溫伍德 Wynwood 是街頭藝術的中心，街道兩旁佈滿五彩繽紛的壁畫，而且經常更新。區內有許多畫廊、創意咖啡館、潮流商店與藝術空間，藝術與生活無縫交融。著名的 Wynwood Walls 是不容錯過的地標，小哈瓦那 Little Havana 是邁阿密的古巴文化核心。走在第8街 Calle Ocho， 你可以聞到濃烈的古巴咖啡香，看到職人手工卷雪茄，老人們在公園裏下着多米諾骨牌。多米諾公園 Domino Park 是觀察這些日常場景的最佳地點。別忘了椰林區 Coconut Grove 是邁阿密最古老的街區，風格悠閒，綠意盎然，適合漫步，享受早午餐，或參觀歷史悠久的比斯坎博物館與花園 Vizcaya Museum and Gardens。如果你喜歡優雅的建築風格，可造訪珊瑚閣 Coral Gables。這裡街道寬闊，住宅多為地中海風格。著名的威尼斯泳池 Venetian Pool 更是棕櫚樹環繞的歷史寶地。除了自然美景，邁阿密還是一座文化之都，一年4季舉辦各種國際級的節慶與展覽。每年12月舉辦的巴塞爾藝術展 Art Basel 是全球現代藝術界的盛會，吸引無數收藏家與藝術家。佩雷斯藝術博物館 Perez Art Museum Miami 坐落於比斯坎灣，建築現代，館藏豐富，主打拉丁美洲與加勒比藝術。科學迷可參觀弗羅斯特科學博物館 Frost Museum of Science， 內有行星館、水族館與互動展覽，適合親子同樂。熱愛舞台劇與音樂劇的旅客，也可前往亞雜特表演藝術中心 Adrian Art Center， 體驗高水準的現場演出。邁阿密是真正的美食天堂，其料理融合拉丁美洲、加勒比、歐洲與亞洲風味，反映出這座城市的族裔多元性。你可以品嘗經典的古巴牛肉絲煨飯 Ropa Vieja、委內瑞拉玉米餅 Arepa、秘魯酸骨汁醃魚 Ceviche 等多元菜式，也有許多蔬食與高端料理選項，應有盡有。推薦餐廳包括 Versailles 最具代表性的古巴餐廳 La Mar 由名廚加斯頓亞庫里奧 Gaston Acurio 打造的秘魯料理 Mandolin Asian Bistro 氛圍浪漫的地中海風餐館 Joe Stone Crab 1913年開業的經典海鮮餐廳。此外，
邁阿密也有許多美食車、在地市場與精品咖啡店等待你去探索。夜幕降臨後，邁阿密的另一面開始展現。無論你偏好熱鬧、時尚或悠閒風格，這裏的夜生活都能滿足你。南海灘擁有最知名的夜店，例如 Live Story 與21 Even，經常邀請國際級 DJ 舉辦派對與現場演出。在溫伍德，氛圍則更偏藝術與文青風，有精釀啤酒吧、現場表演與主題派對。如果你偏好悠閒路線，可以到 Brickell 的 Sugar 或 Lincoln Road 的 Juvia，在空中酒吧一邊俯瞰城市夜景，一邊啜飲雞尾酒。其他選擇包括露天電影院、現場音樂表演、夜間遊船，以及 Casia Centre 或 Bayfront Park 的大型演唱會。想遠離都市節奏，邁阿密周邊也有豐富的自然景觀可供探險。距離不到1小時的艾佛格雷斯國家公園 Everglades National Park 擁有世界獨一無二的濕地生態。你可以搭乘氣展船近距離觀察短吻鱷與當地植物。往南出發，佛羅里達礁島群 Florida Keys 則是一連串熱帶小島。最著名的是最南端的 Key West，以悠閒生活、彩色小屋與壯麗日落聞名。海洋愛好者也可參觀邁阿密水族館 Miami Seaquarium 或參加浮潛、潛水之旅。邁阿密是一座應有盡有的城市，海灘、文化、歷史、現代、自然與無可取代的活力。這裏是一個邀請你去探索、去放鬆、去嘗試、去盡情生活的目的地。希望這份指南對你的旅程規劃有所幫助。若你已經造訪過邁阿密，相信這次也能發現新的理由再次回來。感謝你的收看，我們下次旅程再見。